将约字是关键一样文漂亮。
穿礼服的，穿旗袍礼服，接待贵宾的。总统入场了，穿礼服呢，就是要迎接陈水扁总统入场的。是真老大了。110国的。为我们带来的带动唱表演，有话想要对你讲。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崇德青年之光的带动唱表演。Let's welcome the youth volunteers of 崇德 Group。心里有话想要对你讲。时代已经转到。哇，年轻真好。这是年轻人嘞。我们的热情的主场，像大同理想的鲜香，我们的心像热血高昂，准备开始起航。这是崇德青年对白银新世纪新气象的期许与理想。各位贵宾，各位同乡。
礼仪的，按旗袍礼仪，接待贵宾的。总统入场了，穿礼服呢，就是要迎接陈水扁总统入场的。时间老大了。接下来，由来自全国110所、640位的同学，这些崇德的青年志工们，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带动唱表演，有话想要对你讲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崇德青年志工的带动唱表演。Let's welcome the youth volunteers of 崇德 Group。心里有话想要对你讲。时代已经转到。哇，年轻真好，都是年轻人哎。我们民族的盛情的志向，迎向大同理想的先乡。我们的心像热血高昂，准备开始起航。这是崇德青年对白杨新世纪新气象的期许与理想。各位贵宾、各位同乡，
日报》。穿礼服的，穿旗袍礼服，现在贵宾的。总统入场了，穿礼服呢，就是要迎接陈水扁总统入场的。是宣导大人。接下来。